我同大家睇下 S5 versus S6，點解可能大家會問S6 Edge HTC One M9 又未出，點解會拎部 S5 出嚟先呢？原因好簡單嘅啫，兩部手機咁啱喺手，做咗實測比拼先啦。反正都想俾大家睇下，因為每一年旗艦機都要出㗎啦。咁但係 S5 同 S6之間嘅差距夠唔夠大，值唔值大家做到升級啊？定係還是兩部機你都未買嘅，咁想喺兩部入邊揀其中一部啦？咁 S5 因為 up to this moment 係平好多個價錢上，會唔會真係抵買啲？定係還是 S6 唔係佢真係有啲過人之處，一定要買俾多幾千蚊買呢部？咁我哋今日睇下個答案係點啦！事不宜遲，馬上去片。我哋先由最冇爭議嘅外觀設計講起，因為上年 S5 一出嘅時間，大家都很評㗎啦，因為仲係用到塑膠機身設計啦，同埋就一點一點咧有少少似藥水膠布，咁我自己都認同嘅。另外就係條邊框仲係用到鍍顏色上嘅塑膠，本身唔係一個問題嘅，咁但係用耐咗好容易會甩油啊，同埋都容易花嘅，咁所以摸上手嘅質感又係塑膠感比較重啦。所以外觀設計上，今次 Samsung 嘅 Galaxy S6 係有個明顯升級，做到有個玻璃面嘅雙玻璃面設計，加上金屬嘅邊框，同埋佢特別嘅地方係 2.5D 嘅玻璃面嚟嘅，加上佢條玻璃個金屬邊框係弧形嘅設計啦。對比起 Note 4佢係更加順手，同埋個質感摸上手亦都係更加精緻嘅做工。所以外觀設計上對比起 S5，咁呢個毋庸置疑嘅地方 ，S6 係一定係優勝好多。至於規格方面 ，Galaxy S6 搭載 Exynos 7420八核心處理器，最高時密 2.1 GHz， 支援64bit 位元運算，另外搭載3GB RAM、32GB ROM， 唔支援插 microSD 卡嘅。另外就要2550mAh嘅電池。5.1寸 Quad HD 2K 嘅 Super AMOLED 熒幕，另外當然支援指紋解鎖功能。至於 Galaxy S5，咁佢有幾個版本嘅，包括話有 Exynos 5422八核心嘅 1.9 GHz 處理器，又或者我手上韓版 S5 係用 Snapdragon 801嘅處理器，4核心 2.1 GHz 32bit 位元嘅，另外2GB RAM 32GB ROM， 但係佢有個地方係支援大家插最高128GB 嘅 microSD 卡。以及2800mAh嘅電池，大家可以換電嘅。另外佢搭載5.1寸1920x1080p 嘅 Super AMOLED 熒幕，當然支援大家指紋解鎖嘅。咁但係功能上有少少唔同，咁大家再深入了解。另外就佢支援 IP67 嘅防水防塵嘅功能。睇完規格，我哋睇翻幾個跑分嘅數據。因為 S6 佢規格本身係比較頂尖啦，咁所以成績高咧係可以理解嘅啦。咁同埋都有好明顯嘅差距。另外我哋再睇翻 Geekbench 3。同樣咧差距都係明顯嘅。最後睇埋 Antutu Benchmark， 咁因為 S6 其實67000幾分係太誇張嘅分數，咁43000幾其實都唔差嘅成績。對比翻或者係上年同期嘅801嘅處理器咧，其實 S5 嘅成績都係理想嘅，同埋過得4萬分嘅手機實際應用上嚟都係流暢噶啦。好，咁頭先講到實際應用上嚟啦，咁我哋睇完跑分當然要睇翻即係佢哋應用上嚟嘅流暢度。由於 Galaxy S5 預計都會升級 Android 5.0系統。操作嘅界面同埋部分功能啦 ，S6 上面啦都會移植到 S5 上面用噶啦，咁所以個功能分別就唔喺度多講。咁但係實際流暢度上，因為 S5 都係上年嘅旗艦機，所以運行一般簡單嘅 UI 嘅界面咧，其實就唔會話同 S6 差得太遠嘅。可以見到其實兩部手機都係流暢，大家嘅反應基本上都係一樣，唔會話差太遠嘅。嗱，呢度不得不提一定同大家講就係個指紋解鎖，因為今次 S6 係升級得唔少嘅地方啦。登記咗一次咁，同埋唔需要再掃啦。咁你360度點轉啦，佢都會掃描到啊。咁帶嚟唔少嘅方便。但睇翻 S5，咁你登記嘅時間係咩位啦？咁你就一定要揾翻嗰個位去做掃描。咁變咗其實就要單手操作嘅時間再做指紋解鎖係比較困難一啲。另外我哋做啲開 App 測試，咁睇下兩部機開啲系統 Apps 邊個快啲。我哋以示公正先清除所有運行緊嘅 Apps， 分別就唔大嘅，基本上速度都係相若，咁但係好多時都係 S6 個反應係快半秒都唔夠速度。咁但係都係 WiFi 嘅影響嘅，咁但係日常正常開 App 嘅時間速度就唔係差得遠。另外試下玩大型嘅 3D 遊戲，我哋今日玩隻 game 係 Asphalt 8，咁啊大型嘅 3D 賽車遊戲，睇下邊個入 game 會快啲。S6 已經入 game 㗎啦，
好，咁睇下再入個賽事邊個快啲。好，SX 入 game 都快唔少啊，見到。咁但係因為呢個 SX 係2K mon 啦，咁上次提到對 GPU 繪圖嘅要求大好多，咁所以睇下實際應用上嚟流唔流暢。流暢嘅，完全冇 frame drops。非常之流暢。咁我哋再試下 S5 啦。S5 係1080P mon 嘅，咁雖然規格係冇 SX 咁好，但係因為對 GPU 繪圖能力個要求係低一啲，所以見到同樣咧係完全冇 frame drops，非常之流暢。咁當然啦，因為呢個都係2014年旗艦嘅時間水準嚟嘅，咁所以都唔需要擔心個規格，即係個運行大型 3D 遊戲都係流暢嘅。同埋就值得一提，兩部手機嘅 graphics 啦，佢都係開到最高嘅 high 嘅 graphic 噶啦。咁所以就見到兩部手機雖然或者入 game 嘅時間 S6 係會快一啲，咁但係入到 game 之後，咁兩者流暢度個 graphics 就唔會話差得遠，大家都係流暢冇 frame drops 噶啦。至於熒幕方面，咁兩部手機同樣採用 Super AMOLED 嘅熒幕，質料一樣，咁但係解像度咁 S5 係1080P 全高清啦 ，SX 係 Quad HD 2K 嘅。咁但係老實講，實際應用上嚟個差別就唔太大。兩部手機進入 settings 入面嘅 display 都有唔同嘅 screen mode 揀㗎啦。SX 上面啦，咁 AMOLED Cinema 同 Adaptive Display 係偏冷嘅色系 ，AMOLED Photo 同 Basic 係6500 Kelvin 嘅 white point， 所以佢係比較柔和自然啦。同埋個色彩校準 Basic 係最準確，因為 S5 上面咁冇 Basic 嘅，咁但係睇翻或者 Cinema 個色彩校準啦係最貼近 Basic 嘅，咁所以用呢兩個做個測試。至於顏色方面咧，咁見到 S5 其實係偏紅少少嘅 ，SX 係整張相都係偏暖嘅效果。咁但係兩個 mon 都冇偏藍噶啦，因為就頭先校咗個模式係用到偏黃嘅 white point 嘅。咁另外就顏色上 S5 仍然係有少少味精嘅感覺啦，同埋都係偏紅嘅。同埋講到極致嘅清晰度上，咁因為 S5 係1080P mon 嘅。咁解像度個精密度就唔及 SX， 咁但係整體一般冇任何火粒感噶啦，即係一般正常。如果大家使用個手機唔會去聞 mon 嘅時間，基本上係分辨唔到個差別喺邊度，大家都係好清噶啦。同埋個對比度啊、可視角度等等都係理想。至於另外一個重點係個相機鏡頭，咁 Galaxy S5 係採用16萬像素主鏡頭，最高拍到 4K movie， 咁有單色溫嘅 LED 閃燈，咁但係就冇 OIS 嘅光學防手震。另外睇翻 Galaxy S6， 咁佢最新嘅鏡頭用 1.9 嘅大光圈啦，另外亦都係支援光學防手震嘅，咁所以夜拍喺規格上係絕對有個優勢。咁同埋都係 4K movie， 30 FPS 一樣噶啦。咁我哋睇實拍前先睇咗個界面先。喺界面嘅功能上咧，其實兩者都係大同小異噶啦。咁有唔同嘅模式可以去切換，唔夠嘅時間都係可以去 Samsung Store 下載更多。咁另外就仔細嘅功能設定上啦，咁兩者大家都可以調校下一啲基本 ISO 啊、曝光值啊等等嘅。同埋就大家都有先拍照後對焦嘅一個 selective focus 噶啦，咁所以功能上大家就都係類同咯。咁但係呢個 SX 啦，佢就會多咗個 slow mo 功能，咁我哋拍一個慢鏡頭啊等等啦，咁作用係比較多啲。咁我哋事不宜遲，睇咗個實拍圖片先。其實兩部手機喺日拍上嘅分別唔大嘅，次序上係 S5 跟住 S6 啦。咁見到其實都係綠色上 S5 係比較有啲過分嘅飽和度啦 ，oversaturated。另外一個地方就係兩隻手機嘅白平衡係類近，但係講到極致嘅仔細度啦 ，S5 其實係個雜訊係比較多嘅。咁見到 S6 其實光圈大，所以夜拍個雜訊係少啲。嚟最後睇埋喇叭外放嘅表現啊！咁今次我哋就有個3 meter 嘅，咁睇下兩部手機邊個大聲一啲。
好，我哋再試埋 S5，因為佢背置式嘅喇叭，咁我直接向後就得啦。好，咁其實得出結論係兩部手機一樣係非常之大聲，咁日常用一定夠用嘅。咁但係講到音質上咧，大家應該聽到就係 S6 個音質咧，佢係偏向中低音多一啲嘅。咁但係 S5 佢係高音係好清晰嘅，有少少刺耳啦。咁就中低音係比較薄弱。最後做翻總結，今日多方面睇咗 S6 同 S5 嘅一啲特點，我一定會講 S6 係一部更加好嘅手機。無論話個外觀設計更加吸引啦，以至到話個規格配置、實際嘅效能啊，以至到話即係功能上都更加完善。我會講係一個進化，即係由 S5 升級到 Note 4，咁然之後再 refine， 再升級去到 S6。咁所以 S6 對比起 S5 一定係更加優質嘅一部手機，更加完善成熟一啲。但事實上咧 ，S6 其實好多方面都係 S5 嘅一個升級。咁既然講得係升級啦，一個改善啦，就唔係一個全新嘅意念噶啦。所以真係實際個操作體驗啊，大家都流暢，開 Apps 大家都係敏捷。咁 S6 係有個升級啦，比較快少少，半秒之內嘅差距。始終現時可能大家甚至諗起 Note 3等等 Snapdragon 800之後嘅手機咧，其實佢哋嘅差別就真係唔遠嘅，因為應付日常操作體驗都已經係好流暢。若果大家對跑分或者外觀設計有極致嘅要求，咁當然 S6 係會係你嘅選擇。但如果大家考慮到個價錢嘅時間咧，同埋個外觀設計對你嚟講唔係最重要嘅話，咁呢個 S5 到 up to this moment 而家嚟講個價錢係的確比較吸引嘅，尤其是大家可能見到韓水嘅版本咧，個價錢仲平過 S6 一截添，所以就睇翻大家嘅取向嘅。如果大家唔會考慮個售價嘅時間咧，S6 本身就係一部更加好嘅手機，但考慮埋個性價比嘅時間咧，S5 都仍然係一部相當之吸引嘅手機嘅。尤其係佢本身仲支援插128G 嘅 micro SD 卡，以及2800mAh 本身比較大嘅電池咧，仲係可以俾大家去換電。今日 Galaxy S5 versus Galaxy S6 嘅評測就去到呢度。如果大家對呢兩部手機有任何疑問，任何想更加深入了解嘅地方啦，歡迎喺下面留言發問提出啊！另外最後唔好忘記呼籲大家 subscribe 訂閱個 channel 先，咁可以得到更多手機即時資訊、手機教學，包括未來更多新機嘅評測嘅，咁大家密切繼續留意啊！同埋下面有兩條另外之前嘅片段嘅，咁大家都可以睇埋啦。咁多謝大家支持先，下次再見。